环保署要升格做环境部，也毋过哦，基层队员的征用办法目前阁无明确规定。全台湾各县市清洁队的工会代表早起是去环保署定情，因要求中央应该明确立法，互因保障。各县市清洁队员奖金发放的标准哦，嘛应该爱统一。演出行动局考试环保署就要升格，不过加做上届基层的清洁队员，伫身份的认定煞是真无清楚。为全台湾各地来的百外个清洁队员，做伙去环保署抗议，因为目前各地任用清洁人员的规范真乱，必须劳动条件真歹，因要求环保署大明确定出办法，避免各地方政府以劳基法上低标准来聘用，来保障清洁队员的权益。有的乡镇长若无用这个比较的办法，伊要家己用迄个这有这个劳基法吼，要甲你之前也咱换新的人入来，这嘛是一个介无保障的一个制度。工会嘛表示，清洁队的司机驾驶安全奖金600块，已经30年无调整，也若每一个月清洁奖金8000块，除了财政资源相对较济6度以外，各乡镇的清洁队员根本是看有食无，做同款的代志，待遇煞是无同款。这嘛，互基层的士气受到真大影响。6度已经领8000，领足久啊！啊，你像阮苗栗18乡镇，有的大部分拢是6000、5000。台北收的本数是本数，阮收的本数敢毋是本数？针对基层的诉求，环保署嘛派专员接受定情，答应会做内部的讨论。工会表示，环保署升格成做环境部，全国27000的清洁队员，嘛希望会当争取统一的劳动条件。政府若是无善意的回应，未来无排除会搁一届来抗议。记者林小凯台北采访报道。